皇后来了就磕头求他们放我们出宫。古代社会皇权至上，我一个没有任何出身的女子，出宫也只会是命如草芥，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前途是靠自己赚出来的。我要当皇帝的宠妃。皇后娘娘驾到！抬起头来，你二人上前来。倒真是美人。最近后宫空虚，皇上身边正缺几个可心的人，你们可愿意去伺候皇上？回皇后娘娘，民女叶妃愿意。你疯了！刚刚那个妃子下场你也看见了，施主的妃子死的死，疯的疯，结果找个普通人家嫁了不好吗？能为皇后娘娘排忧，是民女的荣幸。作为21世纪的卷王，怎么能将自己的命运交到他人手里？只要卷不死，就往死里卷。那你呢？喂，娘娘，民女已有心上人，是宫里的侍卫，民女不愿负他。既如此，叶妃，本宫便抬你做答应，赏纹银100两，赐祝舒景轩。100两，谢皇后娘娘。都退下吧。你说皇上能宠他几日？这叶氏空有美貌，却毫无见识。不过赏赐他100两银子，他便喜形于色。依奴婢看，最多得宠7日。一个出身低微的名将，想必皇上也宠不了你7日。史嬷嬷，还是再去寻些漂亮秀女。这宫里总得再有些新鲜血液。是。小主，皇上是先帝和太后的嫡子，排行第4， 18岁登基，今年20有8，为人风雅，喜好作画，最喜欢的是《洛神描眉图》，与皇后是年少夫妻。先皇嫡子顺利继位，我这位新老板这辈子唯一不顺的，大概只有那方面的能力过于优越，而后宫这些娇弱的古代女子，没有一个能满足他了吧。皇上他何日回宫？皇上目前正在大恩寺为民祈福，预计5日后回宫。护士任何一个老板都不会想在如此破败的办公室办公的。乔云，宫中可有锤子？锤子？小主，你要这个做什么？我堂堂21世纪的卷王，上能修电路，下能修厕所，区区修缮个宫殿，岂不是手到擒来？听说最近那叶氏正在大肆修补院墙呢。哦，别的秀女得了赏赐，都是买胭脂水粉打扮自身，等待皇上临幸。她倒是别具一格。哎呀，娘娘，这穷人乍富，也就只能想着给自己添个窝了。再说，就算她打扮，也是庸脂俗粉，上不得台面。由着她去吧，一个浓厚出身的丫头，想必也掀不起什么风。胸围3尺5，腰围1尺7，比昨日少了1寸。小主，你已经练了4个时辰了，您不累吗？要不歇会儿吧？练好了这个，不光可以强身健体，就是对房中之事都有好处。要是我在龙床上晕过去，还怎么升职加薪？根据您的计划，接下来的训练是臀部力量，您必须将纸折成一把扇子，还要保证下面的鸡蛋完好无缺。但凡是让男人死心塌地的功夫，我都要练。
小主，皇上回宫了。乔云，帮我梳妆。皇上，您刚回宫，龙体为重，不如早点歇息吧。如果朕还想要呢？皇上，臣妾刚从一波秀女中选了位答应，如今安置在舒景轩，您不如去见见。玉涵，奴才在。摆驾雪寒殿。是。娘娘，这皇上好不容易来一次，您这又是何苦呢？这么多年，我早就习惯了。皇上的爱太短暂，没人能一辈子得宠。本宫已经有了皇子，不如就这样平平淡淡过日子。臣妾参见皇上。爱妃，过来说。臣妾。皇上，现在穆妃还没有睡，要不您……摆驾朕御宫。臣妾恭送皇上。哎呀，皇上，今日就让臣妾来侍奉你吧。去，别动！皇上，皇上，你没事吧？给我把他所有兵器抹杀，以后不准再练武。皇上，舒景轩那边新住进了一位小主，听闻相貌是1等1的好，不如去瞧瞧。舒景轩都多少年没有修缮了，不去，回御书房。皇上您瞧，哎，那个方向好像是舒景轩。啊！宫中竟有如此巧思之人！啊！奴婢参见皇上。知道是皇上，还不让你家小主出来迎接？小主还没沐浴完。放肆！皇上的九五至尊，岂能在外面站着等？哎，皇上！来了。皇上别看，你在藏什么？这是什么？皇上，妾身有罪。你有何罪？臣妾听闻，只要悬那洛神，将梅花纹于心口，便可向上天祈愿，让心上人对自己忠贞不渝。是妾身太过贪心，妾身有罪。他竟如此心悦于朕。朕恕你无罪。鼻梁高挺，健硕有力，怪不得都说皇上床上凶悍，一般女子都承受不住。叫什么名字？妾身叶妃。
望皇上怜惜。皇后娘娘，听说了吗？皇上今晚在舒景轩已经叫了3次水，毛毛躁躁的，成何体统？只要皇上高兴就行。可是这些年，只有穆妃才能勉强承受得住皇上的恩宠，那最多也就叫了4次水。他第1次侍寝就已经叫了3次了。皇上的体力，众姐妹都是知道的。我赌他最多3次，绝不可能超过我。爱妃，皇上，妾身还想。舒景轩那边停了吧？娘娘，苏景轩那边已经叫了4次水了，而且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什么？穆妃姐姐自幼习武，这才能承受皇上4次。她贸然敢答应皇上第5次，只怕也是应付皇上，叫皇上扫兴。皇上，这次妾身在上面好不好？爱妃，你还能承受得住？皇上的一切，妾身都喜欢。娘娘，已经第10次了。怎么可能？我不信，皇上那舞有如婴儿手臂，10次，怎么可能有人能够做到？左右也不过就10次，绝不可能再多。那叶答应也是可怜，身处烈火烹油的境地，如今怕不是去了半条命了。娘娘，舒景轩又叫水了。什么？娘娘，舒景轩那边已经停了。皇上一共叫了多少次水？17次。17次。天色也不早了，各位姐妹都是有儿女傍身的，不如把心思都往皇子们身上放一放。六皇子该醒了，臣妾先行告退。娘娘，需要给叶答应送婢子汤吗？没必要。若她不能坐上妃嫔的位置，哪怕怀上龙嗣，也没资格服养。这叶答应出身低微，这辈子怕是连个妃位都够不到。就当是看个笑话吧。朕还从未试过你这么贪吃的小馋猫。阿嫔娘娘，你不能急，皇上正在和叶答应。叶答应害我儿，臣妾求皇上做主。皇上，六皇子正是因为这个才起的红疹。这叶答应院中的和六皇子手中的正是同一颗，只是这花微臣从未见过，所以一时无法确定病源。不如把心思都往皇子们身上放一放。蠢货，怪只怪你树大招风，不知好歹。元成只摸1次便浑身起红疹，想必这定是要挟之物。皇上，你一定要为臣妾做主啊，万不能让他继续害人。皇上，这花无毒，这花是臣妾。叶大爷，你竟是这种心肠歹毒的人！来人，给我将这舒景轩封了，休让这妖妃再出来害人。皇上，叶答应，你就等着老死在这舒景轩吧。哼，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人坐不住。小主，您刚承宠，皇上就封了您的宫，这都多少天了，你怎么不着急呢？这宫中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你又怎么知道你主子我没有其他的法子？
是怎么样？皇上胃口不好，又大发雷霆了。那我这总管让我送的糕点还送不送啊？让我来吧。你可一定要送给皇上啊！走走走。小主，您确定要这么做吗？这是最好的机会。皇上，您今日的膳食好了。今日的膳食倒是不一样了。此物乃是山楂，是西域进贡的果实，有健脾胃、消积食之用。不错，当赏。你怎么在这里？臣妾该死，臣妾听闻皇上近日胃口不佳，十分担忧，这才出此下策。今日的膳食都是你做的？是的，皇上。以山楂入食，可健脾胃、消积食。于是臣妾便在宫内种了一株山楂。可谁知，这山楂树的果实刚成熟，偏害六皇子得了红疹之病。怎么不早说？臣妾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臣妾绝无害六皇子之心，可六皇子却因臣妾之过生了病，臣妾甘愿受罚。罚？当然要罚。罚你这小御厨，今晚伺候朕，伺候得好，朕便提你做贵人。今晚才不要伺候皇上。你勾起的火，你要负责。妾身今日不方便，月事。皇上如果真的想要的话，臣妾可以用这里。用这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只要皇上想，臣妾做什么都愿意。皇后娘娘求见。臣妾参见皇上。国使。皇上最近政务可有什么烦心事？男人果然一个德行，妻不如妾，妾不如偷。银耳莲子羹，皇上尝尝。皇后有心了。臣妾为皇上研墨吧。什么声音？皇后听错了。一本书而已，皇后何须亲自解？玉海，
时候不早了，皇后请回吧。哥，今日是15，是臣妾侍寝的日子。皇后，今日政务繁忙，改日吧。哦，对了，叶常在，侍寝有功，提为贵人。贵人，连升3级，皇上，这不妥吧？什么时候，皇后也敢反驳朕了？臣妾遵命。这香气，这是我赐给舒景轩独有的熏香。退下吧。臣妾告退。皇上，恰逢西域进贡了一批上好的宝石，臣妾想，不如给宫里的姐妹分一分，妹妹们也可以换些好的首饰。准。娘娘，今天不是15吗？你怎……一会儿要下雨，记得关好门窗。这后宫怕是要变天了。恭喜叶贵人，这皇上在您宫中一连宿了7日，这后宫之中啊，得皇上如此恩宠的，您还是第一个。以后还请公公多多关照。哎呦，咱家还得请您多多关照才是。这才半月，皇上就宠成这样。自古帝王多薄情，我以前的赏赐比他多多了，终究留不住皇上的心。本宫不信他会是个例外。哼，一时得宠而已。等你失去皇上的宠爱，一生被困在这后宫之中，那还不如宫女自由呢。切！皇后找我，下个月就是宫宴了。西域进贡了一批上好的宝石，皇后娘娘说要分给后宫嫔妃们。有意思，走，去瞧瞧。这才是我熟悉的目光，真正的宫斗职场内举要开场了。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给诸位姐姐请安。可算是见到叶妹妹真人了。听闻妹妹位分连升3级，这可是连皇后娘娘当年都没有的恩宠。叶妹妹可让我们好等，现在人到齐了，可以开始了。叶贵人，你先选吧。叶贵人，你先选吧。皇后娘娘折煞臣妾了，您和诸位姐姐都还没有选，臣妾哪敢第一个选？如今整个后宫，皇上最宠的就是你，理应第一个选。那臣妾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既然都送上门了，那这 KPI 我就接下来。这个我要，这个我要。小主，以您的位分，这种上等鸽血魂可拿不得啊。为何拿不得？叶妹妹，
你还是换一块吧。这鸽血红是皇上和皇后娘娘才有资格用的。皇后娘娘都说我第一个选。娘娘，这块我可以拿吗？妹妹真是好眼光，这鸽血红归你了，你可要好好收着。那些宝石都分了吗？分了，姐妹们都很高兴，谢您的赏赐呢。特别是叶贵人，看见那上等鸽血红，当时眼睛就亮了，说什么都要呢。上等鸽血红，她一个贵人，什么时候也能拿这种规制的赏赐？叶贵人出身低微，又初来乍到，这一下看见没见过的好东西，就想收入囊中，一时忘了规矩，也是正常的。皇上您别怪他。娘娘，您忍得了，奴婢可忍不了。今日其他娘娘也不是没有劝过，可那叶贵人偏仗着皇上的宠爱，第一个便抢的鸽血红，甚至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呀！住嘴！第一个便抢的鸽血红，甚至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呀！住嘴！你这老奴，小主也是你能议论的。皇上，叶贵人看见好东西，一时忘了规矩，您别生气。她的品行我清楚，和之前一些恃宠而骄的妃子不一样，想必不会无法无天道，破坏太后的寿宴。雨涵，可有此事？确实如此。这才几日，便如此放肆！玉涵，通传下去。通传下去，叶贵人恃宠而骄，罚俸半年，禁足医院。是。臣妾恭送皇上。看来皇上还是一如既往的了。这叶贵人也是个蠢的，可惜了那副好皮囊。小主啊，你为什么非要想不开拿那块鸽血红呢？如今咱们被封在宫里，这可如何是好啊？小主，这可是禁足啊！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都进来！你们干什么？你们把这里给我搬空！你们干什么？你们把这里给我搬空！秋云，叶贵，皇上可是发了好大的火，你也别让咱家难做。你还知道我是一个贵人？我呸！这失了宠的小主连个奴才都不如，更何况这后宫还没有哪个小主得罪了皇上后还能再度得宠呢。叶贵人，这宫中失宠的嫔妃多如牛毛，命如草芥，咱家劝你还是早点给自己谋条后路吧。给我搬！啊！还好当初我有远见，后宫之中谁不知道皇上是薄情寡义的呢？我曾劝你别入这后宫，可你还是飞蛾扑火。如今自取灭亡，活该。总管，搬完了，我们走。走。小主，咱们这可如何是好啊？把他们没搬完的东西全都给我砸了。参见皇后娘娘。都平身吧。怎么不见叶贵人？他不是禁足结束了吗？回娘娘，今早舒景轩来人，说叶贵人病了，请2日假。病了，那就先好好休养。
别轻易出来见人。这叶贵人没了皇上的宠爱，身子劲一下子也不行了。什么生病？我看就是想引起皇上的注意，用这种低劣的手，还以为自己是当年圣宠的叶骨。可不是嘛，这几日我可听说内务府把舒景轩给端了个底朝天，就连做的吃食都是些发霉的东西。谁让他贪心？当初我都好心提醒过他，他非要拿那块割血猴，弄得如此下场，也是活该。行了，行了，好歹是宫里的姐妹。安嫔，你替本宫去看看叶贵人。臣妾遵命。玉海公公，你且等等。公公，我家小主病得不轻，能否请您帮个忙？洒家就跟你实话说了吧，这叶贵人胆大包天，她这辈子算是走到头了。哎，公公，行，听说。没想到你家这小主竟好生聪慧，去告诉你家小主，老奴应下了，快回去让你家小主好生打扮一番，恭迎圣驾。谢过玉海公公。小主，你要不还是歇歇吧，你都几天没睡了，都熬病了。只有够真实，皇上才会真的心疼。一会儿皇上来了，我必须得让他看见我最凄惨的样子。巧云，去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没有砸的。你不能进啊！你不能进！我今天就非要进。哎呦，瞧瞧这舒景轩，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了。妹妹，你这日子怎么过得连丫鬟都不如了？到底是农户出身，目光实在短浅。都这副样子了，还抱着割血红不放。不是你的，终究不是你，还真当自己配得上这上等的宝石。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看什么？听闻妹妹生病了，姐姐自然是来关照关照妹妹的。妹妹身体抱恙，不便招待二位姐姐，还请回吧。那是你害得我们母子分离，如今妹妹过得这么惨，我怎么能不关心？你们别过来！生病？你这一副我见犹怜的样子，不就是想装病勾引皇上？这点小心思，当我们看不出来吗？小主，还真是个视财如命的蠢货。你个没脑子的，别以为第一次侍妾叫了17次水就可以恃宠而骄，不把我放在眼里。你真当宫里众人都是吃素的？你们只不过是嫉妒我罢了，是不是你从来没有让皇上满足过？混账，给我按住他！皇上驾到！放肆！皇上，皇上！皇上，怎么弄成这般样子？皇上来了，臣妾便不可怜了。只是这个发冠还是被弄脏了。这割血红，这割血红是我家小主特意为皇上制作发冠用的。我家小主为了亲手缝制这个发冠，也是熬了好几个通宵，人都熬病了。嘟嘴！这是你为朕准备的。是，臣妾从未想过与别人争抢，臣妾只是看到这个割血红，觉得它特别配皇上，所以臣妾就想给皇上做顶发冠。皇上，这顶发冠雍容华贵，与您的气质真是相得益彰啊！
这让上医局去做就可以，何必亲自动手？上医局做的，总归不是臣妾的心意。臣妾只是想对皇上再好一些。他竟对朕如此上心，这还是第一个送朕法官的女人，你怎么不跟朕早点说？皇上，您有所不知，禁足这几日，宫中上下的人对我们家小主真的是百般刁难，不光搬空了我们宫，还给我们送来了发霉的饭菜。如今更是有人上门来欺负我们家主子。巧云，好大的胆子！好大的胆子！朕竟不知道，这宫中竟然养了你们这群心肠歹毒的妇人！皇上，您听我解释。朕不想听。来人，把安平和齐才人给我打入冷宫！皇上错了，皇上，你让我放下吧！雨涵，给朕查清楚，这几日到底是谁在苛待朕的爱妃？查到后，即刻杖毙！奴才遵命。太医，太医，爱妃。叶贵人倒是好手段，可怜安嫔，这六皇子怕是再也见不到了。不过是一个农户女，怎能把皇上迷得颠三倒四的？我们为皇上带上龙嗣，皇上这几日却为了这狐妹子，看都不看我们一眼。若是真让那叶贵人怀上龙嗣，这后宫怕是要改姓叶了。本宫乏了，跪安吧。臣妾告退。去太医院，找人把叶萍所有的药换成避子汤。就不信这样的剂量灌下去，她还能怀孕。是。小主，你终于醒了。皇上今早就送来了这许多东西，而且还升名为叶萍了。太医来看过了吗？来了，皇上特地叫太医过来，而且还给您开了药。对了，那余下的鸽血红一定要收好，万不可让旁人拿了去。是，小主。这药是谁送来的？是个面生的小太监。拿去倒了吧，这是避子汤。拿去倒了吧，这是避子汤。什么？避子汤？太过分了！小主，我们这就去告诉皇上。不可，敌人在暗，皇上也不可能只听信我们的一面之词。你且这样。奴婢遵命。叶萍，凭什么你当了叶萍，我还在这里做苦力啊？巧云娜来这儿干什么？叶妃，这皇上才宠你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啊？竟敢偷喝避子汤，简直是自寻死路！歪歪扭扭，落笔不均，朕都教了你多少遍，怎么还是学不会？皇上那样教，臣妾怎么学得会吗？不如我们换一种不一样的学法。想要让一个男人对你死心塌地，就要让他永远保持新鲜感。你看你写的这是什么？为师就是这样教的。把手拿出来，为师定要罚你5下劫持。夫子您轻一点，学生怕痛。不行，
打轻了你，如何会有教训？夫子，您就饶了学生吧。不行，为师都是为了你。夫子，学生的手还要用来写字，要不还是打学生的后背吧。夫子还没打完吗？为师想换个地方的。小主，太医院的药送来了。嘘，不要吵到皇上。这小丫头想干什么？小主，这个药怎么闻起来这么奇怪啊？要不咱们还是别喝了吧？这是太医院送来的，皇上肯定不会赐我不好的东西。苦是苦了点，但是我要养好身子，才能为皇上生儿育女。这点苦算什么？小主，您不像宫里的其他主子，您没有靠山。若是想要怀上龙嗣，可得注意日常的吃食，切记不可食用外来之物。若是老天垂怜，我真能怀上龙嗣，我不求飞黄腾达，只愿他能健健康康的长大。下去吧。我这一生如履薄冰，可有皇上待我好。愿老天保佑，皇上这一生平平安安，让我能常伴皇上身旁，为皇上生儿育女。近日江南新上供了新的丝绸，爱妃们可？皇上，奴婢要举报叶嫔偷喝婢子汤。奴婢要举报叶嫔偷喝婢子汤。放肆！哪里来的小宫女？给我把她拖下去！这宫里的女人，谁不想诞下龙嗣？为什么要喝婢子汤？慢着，事关龙嗣，本宫作为后宫之主，不能坐视不管。你且细细说。奴婢这些日子总是瞧见叶嫔身边的宫女巧云偷偷摸摸的在埋什么东西，我就留心了一下，跟过去挖出来一看，竟是婢子汤的药渣。人证物证俱在，叶嫔，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吗？你敢以九族至亲发誓，这药渣不是你的吗？娘娘，奴婢敢发誓，若奴婢所言有半句虚假，定然不得好死。这怎么会是婢子汤？大胆叶嫔，你身为妃嫔，不想着为皇上开枝散叶，竟敢偷喝婢子汤！来人，脱去他嫔位的符志，打入冷宫。
还有连带着这个罪奴，也一起拖下去杖毙。皇上冤枉！我这点真的没有。乔云，够了，够了！皇上息怒。皇上，您宠爱叶嫔，可她竟不识抬举，偷喝婢子汤，如今人证物证俱在，您说该如何处置？皇上，臣妾真的没有偷喝婢子汤，臣妾确实有到过药渣，只是臣妾到的是风寒药。前些日子太医院送来的风寒药苦得很，臣妾实在是喝不下，于是就让巧云偷偷倒了去。皇上，请您一定要相信臣妾。皇上，您不可听信他一面之词。叶嫔到底是资历浅，又是农户出身，不知宫中规矩，我看她当不得这嫔位。皇上，妃嫔有违皇家开枝散叶之责，叶嫔分明是没把您放在心上，请皇上重罚。那依幕妃之见，宫规森严，臣妾以为皇后娘娘的处罚过于仁慈，应当将叶嫔贬为庶人，撒入天牢，处以日夜300鞭挞之刑。皇上，臣妾一心爱慕你，怎会不愿怀上龙嗣？此事另有隐情。这是太医院送来的，皇上肯定不会赐我不好的东西，苦是苦了点，但是我要养好身子，才能为皇上生儿育女。这点苦算什么？这件事必须严惩。玉涵，去把这些日子去过太医院的宫女全都叫。是。原来是你。皇上，人到了。带上来。是。此人正是穆妃宫中婢女。说，谁指使你这么做的？是莫妃娘娘，是她指使奴婢将叶嫔的风寒药换成了婢子汤的。怎么会这样？穆妃，你放肆！偷换叶嫔的婢子汤药，予以何为？皇上，您听臣妾解释。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解释什么？对残害皇嗣罪不容诛！来人，在！将穆妃拖下去，即刻杖毙！皇上，你听臣妾解释啊！皇上，臣妾知道错了！皇上！爱妃，你受苦了。有皇上在，臣妾怎样都不委屈。查都未查，就来给朕的爱妃定罪。我看这执掌6宫之位，你是不想要。皇上，再有下次，没收凤印，朕以后不想在后宫再见到这种事。是。娘娘，皇上如此偏宠叶嫔，你怎么还这么淡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今日扳倒穆妃，可比扳倒一个叶嫔难得。不过此人，仇妇，都是你这个贱婢，害得我们家娘娘被皇上责备。皇后娘娘，就饶了我吧，我也不知道啊。行了，真打死了就没意思了。这些日子，皇上偏爱出身低微的秀女，这倒是有个现成的。可惜啊，你的姿色并不比叶妃差，
谁能想到，当初你们两个一起入宫，如今他受尽皇上恩宠，而你却落得这般无恙。皇后娘娘，求你给我一个机会，奴婢愿意入宫侍奉皇上，我愿意为你鞍前马后。好，本宫便抬你为答应，就住舒景轩旁边的天香阁。你可不要让本宫失望啊！奴婢谢皇后娘娘恩典。叶妃，你给我等着，我就是争宠，能有多难？玉涵，茶。皇上，臣妾伺候您喝茶。小主，不好了！天香阁那个虚荣好生不要脸，这就爬上了皇上的床。皇上的宠妃可不是那么容易当的。叶妃，你等着，今日之后，我马上就能代替你，成为皇上的宠妃。小主，皇上去宠幸那新来的答应了，他要是受宠，我们可怎么办啊？皇上的宠妃可没那么容易。我哪天叶妃能行的事，我也一定可以。小主，您这是？你去把我的琴拿来。真没意思，朕还没尽兴。玉涵，摆驾舒景轩。无尽黑夜等天光，模糊了太多执念，爱恨仓皇，逃不过一颗心跌入深渊。屋里上，你的目光看不清，肉色上的苍凉幻觉，负尽天下。不相忘，这个主意不错。遥遥的远方，寥寥岁月安放。迢迢星河万里长，悄悄情深一忘。如今，我也是这后宫中的主子。叶妃啊叶妃，你就等着被我踩在脚下吧。
这瑞王可是越来越放肆了，宫宴歪歪扭扭，像什么样子？这瑞王可是出了名的酒囊饭袋，游手好闲，喝多了就会耍酒疯，是皇上最厌恶的亲王。皇后驾到！平身吧。今年红宝石产量甚少，瑞王发冠上的倒是上等歌血红。这歌血红不是我剩下的那份，这是怎么回事？皇嫂好眼光，我这发冠真是千金难求啊！这个发冠上的歌血红，不就是叶妃从皇后宫中抢走的那块吗？难道剩余的歌血红你放哪儿了？奴婢有好好收起，还上了锁，都是奴婢的错，没有收好，请小主责罚。皇上驾到！皇阿娘娘，皇上怎么也是带着这个发冠啊？皇上与瑞王向来罪不对付，您说让皇上知道了，这是欺君之罪啊！都坐吧。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巧合的事？定是有人在算计我。皇上，你今天跟瑞王可真是兄弟连心啊！竟然戴了一模一样的发冠。皇兄那九五之尊，怎么这发冠和臣弟一样啊？这发冠上的歌血红，不是叶嫔从皇后娘娘那儿取走的那块吗？这整个大庆可只有这一块啊，怎么会同时出现在皇上和瑞王的身上呢？是啊，难道叶嫔娘娘把歌血红一分为二，一半给了皇上，一半给了瑞王？叶嫔，给朕一个解释！叶嫔，你给朕一个解释！皇上消消气，瞧把叶嫔给吓的，话都不会说了。瑞王，你发冠上的歌血红到底是从何而来？本王的发冠从何而来，与你何干？皇兄，就算你是皇上，你也不能限制臣弟穿衣吧？把这混账东西给我拖下去！这个头冠，说，是何时认识瑞王的？娘娘，您算的真对，那叶嫔给皇上做发冠的歌血红，果然有剩下的。奴婢已经偷来了，您看该如何处置？连夜织一件一模一样的发冠，宫宴时送叶嫔一件大礼。莫非叶嫔竟敢在皇宫中与瑞王私相授受，还用一样的发冠，蓄意羞辱皇上？叶嫔，回答朕！皇上，臣妾冤枉。铁证如山，姐姐怎能还在狡辩？难道大庆还能找得出第二块成色一模一样的歌血红吗？皇上，妾身根本不认识瑞娲，也绝对没有做过私相授受的事。这剩余的歌血红为何会到了瑞王手上？皇上，妾身与叶妃是同一批入宫的秀女，她曾与妾身说瑞王英俊不凡，她仰慕已久。还在秀女之时，她夜夜梦里喊的都是瑞王的名讳。你胡说！来人，把叶嫔拖下去，打入冷宫。皇上，臣妾心中只有皇上一人，此事天地可见。那你如何证明？
您的这件发冠，每一针每一线都是妾身的心。妾身用的是缩小双面无缝的针法，针脚整齐。可瑞王的那件针脚粗糙，这绝不是妾身的手法。回禀皇上，的确如此。就算如此，你也不能洗清你的嫌疑。万一是你时间匆忙了，或者说……皇上，妾身还有疑症。妾身为皇上制作这顶发冠的时候，还是答应按照规矩，我只能使用银线。可瑞王的那顶却是金线，妾身并无金线，又如何缝制那顶发冠？皇上，瑞王这顶的确用的金线呢。皇上怀疑妾身的真心，妾身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不说，就将臣妾刺死吧。快起来，你受委屈了。爱妃，你说，降妖阵怎么补偿？皇上乃是九五之尊，臣妾哪敢要什么补偿？传下去，升叶嫔为叶妃。皇上，叶嫔出身低微，膝下又无子嗣，称宠数日便抬为妃，这恐怕不合规矩。出身规矩？你整天就知道出身规矩？你是出身名，身为皇后之位，执掌6宫之权，可你管好这后宫了吗？这宫中谁能掌金线？你心知肚明。皇上息怒，你约束后宫不力，反而把朕的后宫弄得乌烟瘴气。臣妾知罪。皇后，你若是没有能力掌管后宫，不如早日退位让贤。许答应捕风捉影，诽谤妃嫔，罚俸1年。臣妾知错了。叶妃，你给本宫等着！哼，总算是升职了，这妃位的俸禄比之前高了整整3倍。巧云，我也给你涨3倍工资。谢娘娘。叶妃娘娘，有您从宫外寄来的信。宫外的信？娘娘，是谁的信啊？是我的。原主弟弟染上毒瘾，母亲病入膏肓。原主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得亲自去看看，不能贸然让他们知道我现在的身份。我刚才说的，你记住了吗？奴婢知道了。去吧。哎呀，你这个逆子！这是您姐赎身的钱，你赶紧拿给我！哎呀，娘，你就放心好了，相信我一回，这次我肯定能翻盘，到时候我们就能救姐姐出来了。你快给我！你快给我！你快拿给我！你！娘亲，菲儿，我的菲儿，哎呦，你怎么弄成这副模样啊？都是娘对不住你，都怪娘没本事啊！这些年你弟弟又染上了毒瘾，
家里实在是走投无路，才把你卖进宫里。快，把你姐姐赎身的钱拿过来，快点！娘，其实我已经走不了了，我现在已经是嫔妃，被留在皇上身边侍奉。什么？姐，你既然都成皇上妃子了，可你的脸……这皇上是个薄情寡义之人，不过一日就将女儿抛在脑后，现在我在宫中过得连下人都不如，轻则打骂女儿，重则……他们怎么能这样对你啊？后宫佳丽三千，你姐姐我在朝中又没有势力做依靠，恐怕是再无出头之日。便是，还磨蹭什么？该回宫干活了。你行行好，我和家人才刚见面，你就让我们多待一会儿吧，我求求你了。姐，一家子低贱的穷酸货，有什么可见？我弟弟才不低贱，他年纪轻轻就考上了举人，以后肯定能中状元的。我呸！你弟弟就一个赌货，能有什么出息？这沾了毒瘾的人，还不如阉了进宫当太监。还不快走！还想进宫栽20鞭子吗？你放开我姐！你放开我姐！娘，女儿不想，这些银子是女儿在宫中省吃俭用攒下来的，您留着给弟弟读书用。女儿以后恐怕是再也回不来。菲儿，娘，菲儿，姐，走啊你！快走啊！娘，姐，姐，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读书，考取功名，让你在朝中有依靠的人，让你有出头之日。小主，你明明过得不错，为什么还要演这么一出？我那弟弟虽然好赌，倒不至于扶不上墙，只有这样才能激励他考取功名，也是为我日后做个打算。哦，叶妃为何穿成这副模样从宫外回来？娘娘，您这是喜脉，微臣这就去开一些调理身子的方子。微臣告退。恭喜娘娘，贺喜娘娘！这个孩子来的可真是时候，到时候弟弟春为高中，那我才是在宫里站稳脚跟。巧云，你再随我出宫一趟，春闱马上就要开始了，小弟这次科举考试不容有失，我得再给他送些书籍和衣物过去。是。姐，姐，叶妃竟然胆大包天，私会男子，这次我一定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娘娘，虚荣，走吧。娘娘，您这是？鱼啊，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你死。你可知道这信中的内容代表着什么？娘娘，这是叶妃亲笔写的信，还有那玉钗，
你应该不陌生，他经常来。臣妾要告发叶妃私通，贿赂后宫，罪不容诛。娘娘，这叶妃能言善辩，甚得皇上恩宠。如果我们没有铁证的话，只怕到时候非但惩治不了她，还会被她反咬一口。娘娘，咱们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把叶妃与那奸夫抓起来，人证物证俱在，她还能狡辩不成？这次做得不错，重赏。谢皇后娘娘。是。此事绝不能有任何闪失。不过，你这心思狡诈，本宫也是留你不得。安心。娘娘，叶妃又扮成宫女出宫了。派人跟上。哎，不，你亲自去。是。喝口水吧。来了。读这么久书累了吧？给你按摩放松一下。不能进，真的不能进！让开！真的不可以进！让！好啊，果然是在偷情！你们几个快去，把这对奸夫淫妇给我抓起来！你们放了他，有什么事冲我来。一对奸夫淫妇，还挺伉俪情深。皇后娘娘，你为何如此对我？要是被皇上知道了，你个偷人的贱妇，皇上马上就到，一会儿就是你的死期。偷人？皇后娘娘这话何意？死到临头还敢嘴硬？皇上驾到！你们这是在做什么？皇上，臣妾有一物想呈给你。皇上，前些日子奴婢从宫中捡到一封信，见信上的内容暧昧不已，实在不敢欺瞒，便呈给了皇后娘娘。皇上，臣妾没有。叶妃，你私通外男，欺上瞒下，奸夫就在此处，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皇上，我们发现他们时，他们俩正腻歪在一起，如今当着皇上的面，竟还敢嘴硬。没有，臣妾真的没有。叶妃，朕待你不薄，你竟然用朕亲手教你的子姐与其他男人私相授受！皇上，不是的，我没有。人证物证俱在，还想怎么狡辩？这东西确实是我给他的，可是他是我胞弟呀。胞弟？皇上不相信的话，大可滴血验血。融了，皇上，融了！好，
朕就说，朕的爱妃怎么可能背叛朕？皇上，臣妾此生只有皇上一人。爱妃，臣妾刚才好害怕，臣妾都没来得及告诉你，我已经怀了您的孩子。臣妾死不足惜，只是生怕这腹中的龙丝有个什么闪失。爱妃，你怀孕了？放肆！如果不是今日朕回来，是不是朕的孩子爱妃就要被你活活打死？皇上，臣妾都是被这贱奴误导，这才误会了叶妃。好张氏，残害皇子，心肠歹毒，德不配位。即日起打入冷宫，此生不得出。至于他，此生不负圣洁。即日起打入冷宫。皇上，臣妾知错了，皇上，皇上，给朕拖下去！朕不想再看见他。皇上，皇上，臣妾与你结发夫妻，难道一点旧情都不念吗？皇上，娘娘，皇上，这个贱婢，想变！皇上饶命啊！皇上，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爱妃，你受委屈了。从今以后，朕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一个女人可以靠男人，但是若真信了男人的海誓山盟，那只会输得一败涂地。娘娘，用力再用力啊！对，这样人，再使劲儿，今日方吧，快去看看！娘娘，这都什么时候了？再使劲儿，娘娘，快去！这是考验我内眷的时刻。娘娘大喜，叶公子高中状元了！生了！娘娘，恭喜皇上，娘娘生了个皇子。爱妃，传朕指令，叶氏生子有功，温惠品行，九诏淑德，允和母仪于天下，立为皇后。舒景轩三喜临门，所有人一律有赏。恭喜皇后三喜临门，皇后娘娘千岁！